新闻头起先来关心，昨半暝啊2点21分地区翻新，花莲发生规模6.1甲规模5.8地震，震度上悬有4级，震央伫咧花莲县的近海，深度24.9公里。咱来听气象署的说明。这个地震因为比较靠近我们的北边，所以除了在镇江附近，包含像花莲的太鲁阁、花莲市，还有比较靠近台中的台中梨山，这些都有到4级的一个震度，包含我们的桃园三光，还有我们的新北市也有到4级。那人口的密集的都会区，像新北、桃园市、台中市都有达到3级的一个震度。地震七报中心表示，这2届地震是4月初3的地震尾。根据91的经验，上无爱3个月到6个月，这地震尾才会减少。这届半暝地震，气象署有针对13个县市发布国家级警报。为4月初3到今，地震尾已经有1300届，规模6到规模7的有5届，规模5到规模6的有62届。